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第4次的会议，今仔早起9点开幕啊。其中的重点就是看到因这个预算啦，那换做新台票开差不多8条8000亿，放伫倒位呢？放伫个国防武器顶头，比去年佫增加7%遮尔多，表示啊，伊要对台湾的威胁敢若有增加，并无减少。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4.5%到5%，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。所以针对因讲的内容，咱就这样发现啊，其实啊，对华对台湾有关存在非常严重的威胁。所以这届人大开会增加这么多有关，是要增加因的武器来对付台湾咯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